大川，这里多少度？零下20多度吧。大川，你过来，卧铺。不用，我扛得住。你扛得住，我扛不住。我冷，你想早上醒来看到我被冻僵吗？而且你腿还在外面露着，明天要是冻伤了，怎么开车送货？空间这么小，孤男寡女还要睡一起，老板娘不合适，那是单人铺。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挤挤能睡下，2个人挤着总比1个人暖和。赵刚把我递给你的时候也没说过不合适，我现在就剩你了，你要是冻坏了，我也活不成。大川，我们能活着到拉萨吗？能，只要我在，车就在。别乱动！我冷。别这样，我是个正常男人。我知道，你怕你把持不住吗？没关系，我是递给你的，你想对我做什么都行。睡觉，把你送到拉萨，咱俩两清。嘘，别出声，有油耗子。大哥，这车看起来像是报废的，没想到油箱里还有点油。别废话，吸干了快走，这地方邪门的很。找死！没想到平日沉默寡言、只会闷头开车的江大川，竟这么狠厉。醒来了。大哥饶命，是我们眼瞎。身上多少钱？1000多，算精神损失费，还有你们的油，我也征用了。好。给你，当接下来的生活费。他们怎么办？死不了，扔这儿了。坐好，出发了。大川，你刚刚好厉害。在这条路上，心不狠，站不稳。赵刚把你顶给我，那是他的事，但在我江大川这儿，你不是货物。既然你跟我走，这一路我保你周全。等到了拉萨，是走是留，你自己说了算。我哪儿也不去，以后我给你管账，你负责开车，行吗？光头他们追上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妈的，刚刚停车太久，节温器好像冻住了，而前面就是号称鬼门关的昆仑山口。坐稳了，我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老大，前面就是昆仑无人区，地势险峻，而且山里还有积雪。太好了，加快车速追上去！前方几公里有个大下坡，他运一箱子货，还有他满载加积雪，冲下去必摔死，不敢下。小子，给老子停车，不然老子毙了你！没想到这家伙还有枪，麻烦了。4700，高海拔要命！糟了，加速！
苏梅，苏梅，完了，再这样他必死！吞下去！我是不是要死了？闭嘴，深点氧气。大川，别丢下我！老子车上我不点头，阎王爷都带不走你，可以带你回拉萨。活过来了，谢谢你，大川。先别着急谢我，麻烦又来了。上山容易下山难，刹车片早磨秃了，等下刹不住，遗烟血车筐上。别吓我！吓你！身后有枪，前有绝路，还在无人区，前后都是死局，我们插翅难飞。水箱开锅，刹车烧红，我们现在就是开着高压锅冲悬崖，随时车毁人亡。妈的，这小子不要命了吗？这下坡都敢冲！老大，怎么办？咱要不要追？追个屁！你想死，我可不想。咱们走路，沿着下坡搜，搜不到他们尸体，通知运货线路上所有兄弟，随时抓这两个家伙。是。什么味道？这么冲！刹车片糊了。大川，指针进入红区了。闭嘴！坐稳，护住脑袋！别愣着，下来铲雪。好。别愣着，快堆雪！抽一口，回回神。江大川，你以前在部队干什么的？修车。放屁！修车的能这么厉害？修车的会这么玩命？爱信不信。趁天没亮，得过5道梁。到了那儿要是堵车，神仙也难救。刚刚那生死一线的恐惧，竟让我有点兴奋。似乎跟着这个男人，就算是去地狱走一天，我也相信他能带我出来。等等我！到了5道梁，哭爹又喊娘，这话果然没错。怎么回事？堵车，肯定有车翻了，要么就是道路出问题。这是2005年的青藏线，没有救援、调度，手机信号都是随缘，全靠司机自己扛啊。
等着吧，运气好读2个小时，运气不好读几天。几天？哪不舒服？我想方便。憋着。憋不住了，从戈壁塔出来到现在，我憋了1天了。以前赵刚喝水用的，拿去。就在这儿。你要给外面上百个司机直播也可以。好了，这地方就这样，把穷讲究都丢了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。大川，你以后能不能别跟别人说这事儿？看你表现。这很羞耻的，求你。这种天气能来敲窗户的只有2种，一种是快冻死求救的，另一种就是趁火打劫的。兄弟，借个火。不抽烟，不抽烟没事儿，借点吃的也行啊。我看你车上还有女人呢。女人身子骨弱，要不兄弟上去帮忙暖暖？看来武道陵吃人的传中是真的。堵车的时候就是这帮路霸发财的时候，抢油、抢车、抢货、抢女人。想暖暖？行啊，我下去给你们好好暖暖。大川，上面也有人。我的脸！妈蛋的！老子抢了那么多司机，一般人看到我们早吓破胆，开门求饶或者给钱了。这小子竟然还敢打我们！碰到硬茬了，兄弟们，一起上！还要不要暖暖？不暖了，大哥，爷爷我错了。滚！下手那么狠，打走了那些流氓，可他表情轻松的就像是去撒了个尿，这就是安全感吗？拿着，当过路费。江大川，你刚刚真帅。不能这么等啊！我去前面看看，这里海拔4600米，再等下去，苏梅这种体格肯定扛不住，搞不好得死在这儿。你干嘛去？前面看看是堵车了还是坏路了。锁好门，除了我，谁来都别开。这就是人性，在绝境里，谁都怕麻烦。哭有屁用！转道轴断了，半轴也废了，动力输不上去，只能拆了硬拖。都他妈别看着了，想活命的话就下来帮忙。前面的车过来挂钢丝绳，后面的下来推。这路要是通不了，咱都得堵死在这儿。听这兄弟的，干！我有钢丝绳，我有扳手。红色的东风倒车，挂钩。这边的几个人去推车屁股。快，暖暖。坐好，走了。大川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今晚肯定死这儿了。死不了，我说过，只要我在，阎王爷不敢收人。
这里是长江源头处，也是著名的宰客区。饿死了。下车，吃点东西。老板，2碗牛肉面，1个炒青菜。好嘞。这小子就是光头要找的人，没想到被咱们给碰上了。直接动手？不行，这是镇上，不能太张扬，看我行动。等下弄残那小子，那女的，咱们轮流玩。好饱啊！老板结账，一共800。800？老板，你这面是金子做的还是青菜是金子做的？你抢钱啊！抢钱？美女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这是高原，运费多贵知道吗？青菜都是坐飞机航运过来的，嫌贵，没钱就拿人抵债，让你这妹子陪哥几个喝几杯，这一顿我请，怎样？哼，是啊，妹子，哥哥这儿有好酒，还有热炕头呢。这几人明显就是有目的而来。光头在这一片势力很大，看来应该是他的人。面前50，多了没有？想留人，你可以试试。给脸不要脸，给我废了他！女的留下！老子弄死你！大川，小心！走。怎么了？离合烧了。这天气零下30度，没法下车修，只要手伸出去，5分钟就得废。咱得在车里硬扛1夜了。唐古拉山，很多人说是生命禁区，没有救援，手机信号都没有。我们会死吗？放心，死不了。过来，这地方晚上能到零下30度，分开睡觉，明天就是2座冰雕。好冷。过来。大川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被卖给赵刚的，我是川蜀那边的人，家里穷，弟弟欠了赌债，被人扣下，说要剁手。赵刚那时候正好去收货，看上了我，帮我还债，我就被当成货物塞入了他车里。我以为只要听话肯干，日子就能过好。结果呢，他也赌钱，输了就把我当东西一样抵押出去。部队里见多了生死，但生活的这些无奈，有时候比子弹还伤人啊。放心，以后没人能卖你了。我不怕了，因为我有你。
来，大川，吃，热的。坐好，试试运气。大川，启动了。唐古拉山所有司机号称是黄泉路，因为这里常年飘雪就算了，还会下雨，所以路面会有暗冰。如果我们踏上这条路，九死一生，你愿意吗？如果是和你一起，我愿意。太好了，看来我们也不是一路上都倒霉的。从唐古拉山下来，一点事儿没出。暗冰虽然危险，但昨天下了一夜的雪，有冰也被掩埋了，我们也算是因祸得福。希望我们接下来能一马平川到拉萨。什么？救援车要明天到？那老子这一车货要什么时候才能送到？养你们干什么吃的？2005年藏路上能组建这种车队的，都是大户人家。怎么了？去看看，没准能挣点烟钱。我看应该是油泵坏了。油泵我检查了，没问题，应该是喷油嘴堵住了。这地方的油太差，要不拆了洗洗？别拆，拆了你们装不回去。去，别挡道！我们要修车，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就是一个开破稀坊的也敢来指点江山，我们要的是专业师傅。供油提前脚不对，加上气门间隙过大，这是平原调教，4500海拔，空气稀释，进气不足，然后扫不充分，活活憋死的。兄弟，懂行？老板，你信这叫花子的？他那辆车都要报废了，能修咱这车？是啊，别把车修坏了。借个螺丝刀。啊，这是修车，这是在弹钢琴吧？盲调气门间隙，就算是8级钳工也不一定敢干。他竟然敢这么玩！点火，这就好了。这尼玛真神了！这哪是捡破烂的，简直就是机械大师啊！兄弟，神人啊！我是西南物流的张德发，刚多有得罪，请见谅。兄弟这手艺绝了！以后只要在这条线上有什么事儿，报我名字，不管交警还是路政都好使。江大川跑散户的。大川，你刚好帅。怎么了？撞到人了？下车！撞死羊了！没钱！完了，大川，我们撞死羊了！这是我们种羊，没5千块别想走，不给钱就把货卸了，车扣下！我是不是扫把星了？这一路上怎么这么多事儿？5千块，我们200块都凑不齐，怎么有5000啊？别哭，车上待着，锁好门，别下来。大川，小心点，他们人多。 5000，少1毛都不行！怎么想毁尸灭迹啊？5000，这头羊死了起码4小时了，尸体都冻僵了，这能是我刚刚撞的？还有这血，暗黑色，已经凝固。活羊的血可是鲜红的，你是从别的地方接来泼的吧？少废话，死在你车轮下就是你撞的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要钱没有？我这把管钳倒是硬得很。你要是觉得你个骨头比这块石头硬，尽快来试试。 大哥，误会，这羊我想起来了，可能是昨晚冻死的。
我眼拙看错了。看错了，眼瞎就去治，别在路上乱碰。我要是下次刹车失令，你现在和这杨就是一个下场。您教训的是，我们这就走。站住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小子，你可别不识好。大哥，还有什么吩咐？路都让开了。把这羊拖走。还有，这血溅到我车上了，洗车不要钱啊！他竟然还要反过来打劫这群人！那大哥，您的意思是300，洗车费加上惊吓费。我这车上还坐着老板娘，胆子小，吓坏了你们不赔。大哥，您说好。滚！拿着，今晚加餐。这就解决了？死羊碰瓷，老套路了。以后把眼泪收一收，在这条路上，眼泪最不值钱。停车，接受检查。又有麻烦了，是不是刚刚那群人报警了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们这车是抵债来的，加上刚刚还和人有冲突，他们要是查起来……熄火，证件。哪来的？要去哪儿？西宁，去拉萨。灯拿开，晃眼。班长好。3一7群不能够说自己，你们干了我的红线圈。王刚强，到。班长，真是你啊！我还以为眼花了呢。哎，你小子怎么跑这里来了？来3年了，在这儿当小队长。愣着干什么？这是我老班长，当年全军比武第1名，侦察兵第1名，真正的兵王。老子这身本事都是他教的。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别吹了。哟，班长，这是嫂子吧？嫂子好，我是王高强，以前班长的兵，您叫我阿强就好了。我是赵刚抵给他的，哪能当你嫂子啊？他没有反驳，难道是承认我了吗？既然他都没接话，我要是解释，就是打他的脸。多亏遇上熟人了。嗨，嫂子您这话说的，班长可是神人，这点路算个屁。嫂子长得真好看，班长退伍后福气真好，不像我老光棍一个。班长，你这是去拉萨送货，车上缺啥不？油、肉，行。班长，我就不留你了，路况不好，早点赶车安全。饿了吧？大川，张嘴。好吃吗？香。拉萨就要到了。到了。我去叫门。大半夜的敲魂呢？送货的，从西宁过来的。老板不在，也不看看几点了，明早8点再来。大爷，通融吧，我们跑了几天几夜了。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明早来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今晚在这儿睡吧。大川，要不咱找个旅馆吧？前方路口好像有个招待所，
货在车上，人不能离开。这里是堆龙，什么人都有，偷油的、搁帐篷的，而且这一车建材很值钱，要是被人偷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好吧。这破车也能跑过来，没把我的货颠坏吧？验货吧。哟，好车还带个娘们儿，这日子过得不错啊。卸货，验货。卸货。轻点儿，这都是易碎品。运费12000，迟到2天扣1000，路上颠簸造成的损坏扣1000，还有一箱碎的扣1000。老板，你不能这么算账。路上大雪，那是天灾，而且货是你们摔碎的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摔碎的，谁看见了？你们看见了？妹子啊，做生意要讲究规矩。不过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今晚陪哥喝顿酒，这3000块哥就不扣了，如何？你无耻！给脸不要脸，要么拿9000滚蛋，要么1分钱别想要。在这堆龙，老子就是规矩。结账，12000。你他妈算哪根葱？信不信老子让你们这破车开不出拉萨？也不打听打听我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啊！手指断了，去医院接上还能用。可这脖子要是断了，神仙都救不了。大哥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运费12000。马上给，马上给。卸货耽误我时间，加上你刚刚吓到老板娘了，加500做精神损失费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应该的。我不多拿你的。刚刚那一幕也太吓人，但也很解气。拿着。干嘛？买点擦脸油，高原风大，脸皱了不好看。他竟然这么贴心。汇给我娘医院1万，手术费够了，还剩2000，这1500你拿着，这趟活儿算是结了。啥意思啊？车是抵给赵刚的，但我这人独惯了，带女人跑车不方便，这1500购买火车票回内地，剩下的当生活费。
在他眼里，任务完成了，我就是个累赘吗？江大川，你觉得我是个累赘，还是觉得我是个被人转手了一次，所以是能随便丢掉的破烂儿？我没那个意思，川藏线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，太苦太乱。你回去找个安稳工作，比跟着我强多了。回内地？回哪儿？赵刚跑了，高利贷的人满世界找他，也会找我。我被娘家卖给了赵刚，我回去只能被再卖一次。这一路，我高反差点死了，冻得像条狗，被流氓调戏，被无赖欺负。我苏梅虽然没本事，但我是个人，不是你们男人想带就带、想扔就扔的玩具。我没这个意思，路上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跟着我跑车，保不准哪天就阴沟里翻船。你跟着我图什么？图什么？图你是个男人，图你没把我半路丢掉，图你答应过我不会把我卖掉。坐下，被人看着呢。我不做。江大川，你会开车，会修车，能打架，你很厉害，但这世道光有拳头不行，你自己看。看到了吗？我不白吃你饭，我给你当管账的，给你找货。你会开车，我会管家；你会打架，我会说话。刚刚在赖长贵那儿，你若没动手，钱肯定要不回来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光靠动手，以后这里的货主谁敢找你要货？对，我虽然有力气胆魄，但光靠这些可不行。你要怎样？车是你的，你是老板，我给你打工，管吃住就行。工资你看心情给，但我有个条件。钱归我管，账归我记。行，既然你管账，钱你拿着。丑话说在前头，跟我跑车，要是遇到劫道的或者车翻了，可别哭。我不哭，只要你不扔下我，天塌了我都不哭。去成都的有没有？20吨、200一吨。我操，滚蛋！200你找驴去了？兰州的百货着急走，3000块包车。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场合。以前我是觉得差不多就接，结果和我跑同路的司机比我多几千块运费。你去外面等着，我去看看。老板，2包中华，2件大白兔奶糖。大哥，借个火。哟，妹子，跑哪条线的？这女人有点意思。赵刚那个赌鬼真是瞎了眼。登记员同志，我想查个东西。大川，大活儿！有一批从水电站撤下来的精密工程设备，急着运回成都。货主着急，运费开到了2万2，现场结账。这么好的肉，没人要？有，本地有个叫藏达的车队，把货主扣住了，他们不拉，也不让别人拉，坐地起价要4万。这帮人手里有家伙，算了，大川，咱看别的吧，这个太危险了。货主在哪儿？就在那办公室，门口围着几个壮汉，都是藏达的。2万2。走。哎，你别冲动，他们人多。我是去拉货，又不是去打架，只要货主点头，天王老子也拦不住。姓刘的，告诉你，在拉萨地界，我藏达车队不点头，你的货就只能烂仓库里。干什么呢？眼瞎呀！哎呦，找茬的是不是？兄弟，面生啊，哪条道上的？想截胡啊？我拉货的，不拜庙。老板，这真不是运费的事儿，我也想走啊。是您那辆车趴窝了。拉萨这边修理厂来了3拨人，都说修不了电喷系统。
车动不了，货怎么拉呀？刘经理，早跟你说了，咱藏达车队的车虽然破，但皮实啊。这样，我叫个拖车给你拖回成都修，运费加5000，一共4万5，如何？这批设备延期1天就是几万的违约金，4万5虽然贵，但比违约强啊。这车的博士高压共轨系统容易堵，问题出在油品上，车没坏。给我一套内六角，10分钟，我给你修好。兄弟们听到没？一个开破放车的土包子，竟然说懂这辆车，还要修电喷。你知道什么叫电喷吗？师傅，你真会？工具箱。高原缺氧，柴油燃烧不充分，加上路边私油含硫量高，杂质多，最容易出现油路堵塞和传感器误报。哎，那土包子，你小心点儿，别弄坏了什么传感器，把你的破车卖了都赔不起啊！兄弟们，咱开个盘，要是这小子能修好，老子就当场把这扳手吞下去；要是修不好，咱就把他的车砸了卖废铁，给兄弟们买酒喝，怎样？我要是修好了，扳手就别吃了。以后你藏达车队看到我的车，绕道走，如何？行，老子就跟你赌，你若真能修好，老子以后在拉萨见到你就退避三舍。点火！神了神了！刚刚那几个修理厂师傅弄了半天没动静，您这一出手就修好了。江总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别走啊！谁刚刚说要绕道走的？这位大哥说话能当屁放啊？就是，愿赌服输。对呀，愿赌服输。对呀，愿赌服输。算你们狠！师傅，这单归你了，2万2，一分不少。这1000是修车费，您拿着买烟抽。刘经理，你可想好了，这小子车我看过，快要报废了。你那可是精密设备，这路上要是颠坏了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这某部退伍班长江大川，这车我刚大修过，除了外观破，底盘比新车都扎实，货损我赔命。我勒个靠，这就签！这一条不对，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延误，承运方需要承担50%责任，得改。川藏线路你也知道，他方堵车是常事儿。这个娇滴滴的女人竟然如此专业。行，这条划掉。5000定金。好，那就去装货吧。甜吗？还行。坐好，等下可能还有麻烦。路在这儿，有本事你飞进去。要是撞坏了我的叉车，蹭掉1.7，赔5000。他们这是欺负人，我要报警！别动，报警没用，这是私人地盘，他们可以说在作业。那怎么办？安全带系好，抓好扶手。大川，你不会要硬闯吧？过不去的，咱们……妈的，疯子！看什么看？都不想干了！谁敢给这辆车装货，谁就是跟我过不去！这可怎么办啊？明天必须要发货了。
没人装，那就我来。大叔，各位师傅，大家出来干活是为了筹财，谁帮把手，一人50辛苦费，现场结算。怕个球！咱是给活该干活，又不是给藏达干活。就是。是刀疤脸干的。空心钉，放气慢。如果开车上路，跑个10几公里，轮胎发热，胎压升高，这钉子就会像子弹一样将轮胎炸开。车上几吨的精密设备，甚至人都得玩完。这坐稳，出城的路不太平，这笔账以后回来算。真的太好了，谢谢刘经理，谢谢刘经理。刘经理刚刚打电话跟我说，只要我们按时送到成都，运费申请再涨2000。原来2万2运费，修车费1000，2000奖金，一共2万5，油费大概4000，过路费2000，加上吃喝一修车，大川，咱这一趟能赚17000，不少。别抽了，对身体不好。不是说了我是老板，你是管账的吗？管账还管这个？快停车！怎么了？买东西下来。试试这个。我有一。你这衣服都穿包浆了，不暖和。你是老板，以后和货主谈生意，穿得像个叫花子怎么成？本来他皮肤很好的，这几天跟着我跑车，又是铲雪又是洗冷水，都伤成这样了。大川，等赚够了钱，我想开一家物流站，就开在成都，租个院子，不用跑车受罪，也不用担惊受怕。你负责修车管队伍，我负责谈生意管账。行，我有一帮退伍的兄弟，他们都过着苦日子，我把他们叫来一起帮忙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这辆车跟着半个小时了，本以为是私家车，可一路上却始终不超车，不远不近的跟在200米范围内，我慢他也慢，我快他也快。青 H， 戈壁滩那边的车牌，看来那光头债主还没有善罢甘休。醒醒！怎么了？后面有尾巴，别回头。青海的车应该是冲我们来的。青海？难道是那光头？停车！给老子停车！怎么办？该了解了。锁好门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别抬头，别出声。怎么突然停这里了？大哥，车灯灭了，看不清人啊！
肯定躲车里了。老子数3个数，不下来就开枪了。1、2、大哥，误会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别夹了。谁让你来的？是强哥，不对，是赵刚债主，隔壁摊那个光头，他给我1万，说让我们把那个女的带回去，说那女的值20万。赵刚呢？跑了，没人知道他在哪儿。大哥饶命，我们也是拿钱办事的。大哥，别扔啊！这荒郊野岭的，走回去，给你们点教训。没事了。他们还会追来吗？不会，手脚断了，车没了，追不了。我去买点水喝干粮，顺便给水箱加水。这一车祸十分重要，千万不能出事。老板娘，一个人啊？这车拉的什么好东西？看着挺沉啊，是不是电子货啊？听说81镇鱼龙混杂，不少混混专门盯着外地车动手，套出货物价值后就是偷抢。嗨，什么好东西？就是些建材，拉到成都赚个辛苦钱。废铁？废铁能用布包的这么严实？老板娘不老实哦。这路不好走，要不哥哥们帮你带个路，保你平安？不用了，我们认识路。认识。前方排龙天险塌方了，你知道不？说吧，妹子，这车上拉的什么宝贝？捂得这么严实，怕见光啊？就是废铁，不值钱。不值钱？妹子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，借我2个油钱花花，不多，就2000块。给了，我保你一路平安。干嘛呢？动手动脚的。啊！你的！给我滚！算你狠！地方越漂亮，藏着的刀子就越多。以后和陌生人少废话，问你拉什么，你就说拉的棺材。又有狗皮膏药粘上咱了。是刚刚那伙人？从81镇出来就一直跟着，除了他们没别人了。他们是地头蛇，估计想等我们到了山里再动手。这群疯狗！看前面。是落石，快打方向盘！还不是时候。他们不会死了吧？死不死就看他们命了。这是他们自己选的路，贪心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前面就是通不天险了，那才是真正的麻烦所在。把安全带勒紧点儿，这段路没信号，没救援，要是掉下去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这就是同步大桥的前身，随时可能坍塌。别下车，锁好门。
咋回事？怎么不走？前面老虎嘴塌方了，刚一辆车硬闯，结果半个捆子悬空，卡在哪儿进退两难啊！老虎嘴是这段路最凶险的地方，路是在悬崖上硬凿出来的，头顶是摇摇欲坠巨石。人没事吧？人没事，车还在那儿挂着呢。这鬼天气，刚下过雨，路基软的和豆腐一样，谁敢去拖啊？如果那辆车都不走，咱这些车都得堵在这儿，在这地方过夜。万一碰上山体滑坡，连人带车都得死这儿。我去看看，兄弟，别去送死啊！怎么了？前面堵路了，得清障。你在车内等着，不管谁敲门都不能开。你一个人去？这种活儿，人多没用，得靠脑子。大川，你可千万别出事！只要有力的在前面拽一把，后面用千斤顶顶住卡车，给悬空的车轮垫上石头，或许还有救。但没有人敢去垫石头，位置就在悬崖边，一旦滑下去，必死无疑。哭有个屁用！我的车，我全家老小都指望着它呢。想保车，就给我把嘴闭上！去，把你车上千斤顶拿下来，再搬几块平准的石头。你能救？试试。谁车上有脚坤？我有，我们车上有绞盘，谁帮把手把钢链拉过来，我给200块。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？我看你需要帮忙。去驾驶室，听我指挥。我腿软，踩不动离合。废物！那就在这看着，我去开。这是去鬼门关里抢车呀！一旦车身失控滑下去，跳车都没机会。拉！上来了！大川！上来了！上来了！没事了，走吧，趁天没黑。好，小兄弟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这些钱你拿去买烟抽吧，你留着自己修车吧。大川，刚刚吓死我了，以后不要做那么危险的事了。好。糟糕，转向拉杆断裂！大川，怎么办啊？爆头！大川，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还以为你死定了。死不了，车子横拉杆断了，水箱报废，就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车坏成这样，跟判死刑没区别了。不碍事儿。别动！你干啥？拖你出去！这地方不能待，天要黑了，再不走，晚上可能还得塌方。这事儿排龙，硬拖伤车，搞不好你大梁都得拉变形。刚要不是你，我连人带车都得喂了鱼。咱跑川藏路的，讲究恩怨分明。你要是看得起我刘三，就上车掌控刹车，咱一拖一，爬也要爬出这排原天险。修不了，修不了！你这车老掉牙了，配件早停产了，就算有货也得1个星期才能送来。1星期？老板，能不能想想办法？我这批货急着送去成都呢。不是我不帮忙，
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这拉杆是特种钢，受力的东西，随便焊上那是害你们的命。兄弟，老板说的对，要不我帮你把货倒一下，我帮你拉到成都，你在这儿等配件。老板，借你割枪还有电焊用用，再借个台钳。你要干啥？这玩意儿和你车八竿子打不着，你不会想自己造配件吧？转向拉杆可是保命的东西，自己焊的敢用？这是电费，麻烦了。他这是准备搞建交？兄弟，这强度不够，受力点在焊缝上，万一再断了，这就行了。这刚烧红了，退了火，铁变软，上路还是得弯。躲开！土法油淬火，利用废机油的高碳含量，在冷却的同时，将碳元素渗入钢铁表面，可极大增加硬度和韧性。绝了！这就是直通了，水温起不来啊！起不来总比没水跑强的。只要不爬长坡开锅，撑到成都应该没问题。谢了，兄弟们。没事没事，在川藏路跑车的我就服2种，一种不要命的，一种是真有本事的，你2种都占了。前方就是怒江桥，那儿有治安官把守，单向放行。你车改成这样，外观也撞烂了，过桥机灵点，别被扣了。谢了。别动。这批货很赶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到了成都，我请你们。路上小心。能走吗？没问题，上车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。歇会儿，检查一下轮胎。以前的我总是想着如何打扮，去吃什么，去哪儿玩，现在却成了这样。大川，这地方好美。以前我觉得日子就是混吃等死，现在觉得能看到这样的风景挺好。这样的风景还有很多，你以后有机会看到的。江大川，我是，身手不错呀！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兄弟给你废了好几个，那是他们找死。有种！我叫刀哥，赵刚欠我20万，你把车和人都带走了，这账只能算你头上。我知道你在然乌湖，也知道你要去哪儿。前面就是邦拔草原，再往前就是怒江72教，路不好走，尤其是下坡。你想怎样？不怎样。前面路上我安排了几个兄弟接你，那20万连本带利，现在要30万。你觉得我像是有30万的人？没钱还有那娘们儿，那娘们儿润得很。兄弟们这一路上追得那么辛苦，正好拿他泄泄火。江大川，你是身手好，但你终究是一个人，还是个开车的。我那几个兄弟手里可是带香的。你要是敢来，你可以试试。大川，刚刚是谁？戈壁滩的债主，光头老大叫刀哥，说在前面安排了人。他们要什么？钱，或者你。我以为逃出戈壁滩就安全了，没想到他们竟然一直死咬着不放。难道我这辈子逃不过被当作货物的命运？如果他连这点恐吓都承受不了，那后面的路根本没法走。大川，我不下车，死也不下！坐稳，只要车还在，我还活着，谁也动不了你。我说的。
刚过检查站就感觉不对劲，这辆车跟我很久了，后面有车，应该是刀哥派来盯梢的。他们为什么一直不动手？这里地势平，在这儿动手，我若发狠撞过去，他们占不到便宜。那他们在等什么？前方是叶瓦山，翻过山口就是怒江72弯，全程12公里，落差1000多米，都是急弯下坡，哪里号称重卡坟墓？车到了那儿，刹车会热衰减，转向变沉。只要他们在弯道别车，或者想办法弄爆我轮胎，我就得坠落悬崖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停车吗？接下来的路，不管发生什么，绝对不能解开安全带。想吐就吐怀里，车翻了就缩成一团护住脑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命，要是车翻了，人死了，这钱得留着，给咱妈治病。咱妈？前方就是怒江72拐。想当年跟我玩命的人，坟头草已经3丈高了。今天就让我看看谁的命更硬。低头！油漆！想死，老子送你一程！抓紧扶手！他们还会追上来吗？不知道，做好了，还没完。现在是下坡路，咱的车停不下来。淋水，看看淋水开关，一直开着呢。淋水管路被震断了，没有水给刹车骨降温，刹车片碳化，摩擦力归零，热衰退了。怎么了，大川？没水了，刹车也没了。那怎么停车？停不了了，只能硬跑到坡底，或者车毁人亡。妈的，阴魂不散！大川，他们追上来了。这是要逼我往右打方向盘，右边是悬崖，别管他们，看路。前方左转，急弯。过了，前面有避险车道，专门给刹车失灵的大货车准备的救命稻草，车轮陷入砂石就能停车。大川，咱进避险车道。如果冲上去，车头会因为惯性扎入沙堆，车架会断的是，一车祸都可能冲车厢报废，我们也会成为后面追杀之人的活靶子。不进！快刹车！老子说不进就不进，进去了货就废了。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们？前面是 U 型弯道，这是要逼迫我走外线。如果走外线，以我如今速度，离心力会将车甩下悬崖。想挡路，那就一起死！抓稳了，看我神龙摆尾！不！大川，我们活下来了吗？离合器片也烧了，没有离合，没法减速换挡，车已经完全失控了。前方是怒江桥，那是单行道，还有治安宫把守，如果刹不住车冲卡，那就全完了。治安官，大川，他们还有枪！停车！立刻停车，否则开火！包头，趴下！待着别动，下车，双手抱头，快！刹车失灵，不是冲卡，少废话，转过去，手放在车头上，驾驶证、行驶证、身份证，左边上衣口袋，自己拿。经理，班长好。我已经退了，别搞这阵仗了。刹车彻底报废，麻烦兄弟们弄点水给轮毂降温，不然容易起火。小王，提水，快！班长，那车是劫道的，一路追着我砸车，差点把我逼下悬崖。我车失控也是他们造成的，妈的，反了天了！二组，把那辆车给我拦下来，敢跑就开枪。是。
川藏线赶劫道，给我带走！江大川，刀哥在前面等着你，你跑不掉的。过了怒江就是死路。在我面前还敢危险！怎么样，还能修吗？难，刹车分泵的皮碗烧化了，根本存不住气。转动轴螺丝松了3个，水箱刚刚装机的时候裂了个口子，在漏水。附近没修理厂，左线县城距离着100多公里，要不我帮你联系一下过路军车，看看能否拖过去。不了，拖过去也是废铁，没配件。班长，借个旧内胎用用。可以，你要干啥？做皮腕。以前队里配件供不上，我们就这么干。香皂还有舒肤佳给我一下。土法子能顶一阵儿，这也行？那可是刹车啊！这手艺简直绝了。现在的修车师傅只会换配件，根本不会修。老班长，你这是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。苏梅，上车点火，踩刹车试试。谢了，兄弟。老班长，你这就要走？前面路不好走，而且刚刚那人路再难也得走，货主等着呢。江大川，命挺硬啊！怒江桥那种地方你都能苟活下来，真是小看你了。不过你距离成都还远着呢，前面芒契、巴汤、理塘，哪怕是到了成都都有我的人。刀哥是吧？戈壁滩你说了算不？货我要了，把车开到芒昌县西边废弃水泥厂，我让你安然离开。有缘再见。老板，修车，这车可有点年头了，哪儿坏了？挡风玻璃碎了，全车刹车分泵皮丸都要换，水箱拆下来做氧焊线。玻璃我有，皮瓣石也有，水箱焊一下50，一共收你800。行，600。妹子，这是高原，运费很贵的，600本钱都不够。这里修车站很多，如果不行，我就去别处看看。你这好吧？嘿嘿，兄弟倒是找了个会持家的老婆啊。他没有反驳，难道他也这么认为？你先去睡觉，不要再熬了。可我要看着他修，这车我看着就行。行吧。有时候有个女人在身边，似乎也挺好的。醒啦，车修好了，吃面。今晚我们住这儿吗？不住，赶路。这里离成都有1000公里，耽误不起。而且刀哥那群人还不知道在哪儿等我们呢。这是绝拔山，海拔不算高3900，但这山是最要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陡。这里相对高差2000米，全是挂壁公路，路窄且没有护栏。别往下看，坐稳了。真正的鬼门关才刚开始。怕吗？怕。怕就对了，这路上淹死的都是会水的，摔死的都是胆大的。大川，我怎么感觉在云里？就是在云里，这里海拔4000多了。爬这段路，油都烧了一大半。现在开始下山。大川，你说那个刀哥还会来吗？会，这种人是狼，咬住肉就不会松口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兵来将挡。前方的灯光应该就是主卡大桥吧？车没熄火，车的大灯关着，只有宽灯亮着，这种反常的停车方式很不正常。大川，你干什么？看不见了！别动！趴下！江大川，给老子下车！妈的疯子！大川，你流血了！别管我，看右边后视镜。他们追上来了，速度好快！坐好。他们要打轮胎，轮胎一炸，我们车会侧翻，连人带车滚入轮沧江。
的！前方就是东达山的爬坡路段了。想玩命，进了山就是老子的地盘。大川，他们又要撞了，左边那辆车要超车。他们是要逼停我们，只要我们车子停下，就彻底完了。是个爷们儿就给我停车，把那娘们儿留下陪兄弟们乐呵乐呵，老子可以考虑饶你一命，不然等会儿抓到你，必把你皮剥了天天等。机会来了，起！妈的，这孙子玩阴的！妈的，人呢？会不会掉下去了？救命啊！狠人，真正见过生死的狠人。还有一个，给老子撞！撞死他！别用土枪了，用制式猎枪！趴下！大川，没事，皮肉伤，死不了。坐稳，前方是东大山长下坡，咱玩命的时候到了。大川，你的手。谢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妈的，刹车！刹车！待在车上别下来。此时的他，军大衣敞开，半边身子都是鲜血，手里提着扳手，在车灯逆光下，宛如一尊玉蟹战神。蒋大川，我要你死！蒋大川，我要你死！大川，妈的，关键时刻卡壳！高海拔地区果然不适合用这种枪。你的运气用完了。饶命，川哥，饶命啊！我说过，这条路上你说了不算。别杀我，我给你钱，给你钱。走吧。有人报警了。有枪又作恶多端，让他们去处理吧。大川，我们活下来了。活下来了。你在这儿等等，我下车看看。大川，好烫！大川，醒醒，别睡着，会冻死的！起来，求你
死了，还想着那破货。大川，你忍着点儿。啊！大川，别动，别动！失血过多，会有失温反应。冷，好冷。不冷了，大川，不冷了，我在呢。谢谢你。你醒了？别动，外面冷。伤口疼吗？不疼。该上路了。散热起义倒了一大批，这荒郊野岭的，没法修啊。怎么样？这次必须换件了。前面40公里就是芒冲县城，那里有拆车件。这车还能开？勉强能，走走停停，只要别把发动机烧瓦就行。哟，妹子，车坏了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要不要哥哥带你一程啊？我车里卧铺宽敞，暖气足着呢。你确定要捎他一程吗？你确定要捎他一程吗？那个我就问问，不做拉倒。这次修车用了2000块，我记录下来了。今天咱住招待所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洗个澡吧。好。我来吧。这些都是在边境留下的。好了，大川，我不怕跟你吃苦，也不怕跟你死，就怕你不要我了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睡吧，明天还要继续赶路。好。大川，你可以跟我睡一起的。我说过，我整个人都是你的。臭大川，不解风情。哎，你们听说没？前2天东大山出大事了，又塌方了。塌方个屁！干仗了！戈壁滩的刀哥你们知道吧？青藏线路的一霸。这次在东达山堵一辆车，你们猜怎么着？2辆越野，1辆被撞下悬崖，另外1辆撞得面目全陈。刀哥虽然还活着，但被警察带走，说沾染人命，出不来了。真的假的？谁这么猛？听说是一辆蓝色的老解放141，司机是个独狼，还是退伍特种兵，奔着要命去的。这他妈拍电影呢！这兄弟是个人物，以后遇到开老解放的，必须绕道走。听人说，那个特种兵中枪了，手臂受了伤，开的解放车车头都撞凹陷了。兄弟，你看看像不像那辆车？兄弟，那车是你的？这一路不容易，我们都被刀哥欺负过，你算是帮我们出了口气。这杯我敬你。为了活着，酒就不喝了，还要开车。
看什么？脸上有花？没花，就是觉得跟着你真好。前面就是竹八垄了，过了金沙江大桥就是四川字。这是回家的路，也是最后的关卡。坐稳，过了桥，咱就算真正闯出这鬼门关了。本以为甩掉刀哥那群人，进了四川就能松口气，谁知道这边虽然不动枪，但更加麻烦。从界碑过来才开50公里，已经是第4次被拦下了。修路的、放牧的、村里闲逛的，随便找个由头，将路一堵，张嘴就是要钱，要过路费什么的。虽然报警可以将这群人赶走，可等到警察过来，起码得1、2个小时，根本跟他们耗不起，又不能随便动手。前面又堵了。这伙人看着不像好东西。别冲动，这事儿四川地界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你身上有伤，车也经不起折腾，再打起来，车被砸，咱得走路去成都。就是要钱嘛，你在车上坐着，我去谈。你那是一群男人，男人才好谈，要是换成女人反而更麻烦。在车上坐着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不叫你别下车。哟，这车上还藏着个金凤凰呢。各位大哥辛苦辛苦，这大冷天的在这修路呢。少废话，这条路我们村修的，打车压坏了路就得交养护费。看你们是外地车，给500块就让你们过去。大哥，您看您说的，交钱是应该的，但这500块，咱这趟是赔本买卖，这我给不起啊。大哥，你也是行家，看看那车，保险杠都烂了，修车钱都出不起，我家男人手都断了，在车上哼哼的。这一趟要是再交500，真要喝西北风了。大哥，您就高抬贵手，让我们过去吧。不行，烟是烟，钱是钱，规矩不能坏，没钱就把车上备胎留下。真是群豺狼。哎呦，这娃娃长得真俊。大嫂，这糖给娃娃吃，甜着呢。孩子他爹，要不算了吧，人家妹子也不容易，给了你1整条烟，够你抽半个月了。行了，看在这烟和娃娃糖份上，这次就算了，下次必须交钱啊！谢谢大哥，大哥好人好报。以前遇到这种事儿，他只会躲在身后，没想到今天不仅敢下车，还能在这群混子中间软硬偏施，1条烟、几颗糖就化解了冲突。你刚才有点老板娘的样子了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女人。老板，1间房要有热水的。要一个双人间。双人间贵10块，你们2夫妻开什么双人间啊？浪费钱吗？我们就要单人间，没钱了。这边请。哎，大川，你来看看。你看礼堂这位置简直绝了。往西是拉萨，往南是稻城亚丁，往北走甘孜能进青海，往东就是咱要去的新都桥和康定。现在的车只知道闷头跑路，没人想过在这儿搞个中转站。若以后我们有了车队，把货在这里分流，那种大件货走南线，急件走北线，能省下1大半时间和油钱。没想到前几天还会因为没热水洗脸而哭的人，如今却算计着如何跑运能省钱省时，想法不错。那是，也不看我是谁教出来的。啊，头疼。高反了啊！喝口水，早点睡。大川，头要裂开了，太阳穴突突跳，听说按摩能缓解，你手劲大，帮我按按呗。我只会捏骨头，不会按摩。没让你拆骨头，你就按按头，求你了，真疼。大川，
睡吧，明天要过车头山，那是鬼门关，精神不好会死人。怂宝。折挫山，康巴第一关，这里是汉藏分界线。你现在比我懂得都多了。翻越这座山就是汉地，但这里海拔4000多米，常年积雪。又堵车了，这得堵到什么时候啊？下雪路滑，都在装防滑链，你在车上待着，别下来。哥们儿，练过啊？怎么回事？前面有个傻逼把路堵死了。熄火，下车。你会开这车吗？这可是沃尔沃，全电脑控制的。滚下去！牛逼啊，兄弟！这手艺没个20年下不来吧？兄弟，这烟拿着，车我的，解决了咱大麻烦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这个能让所有低头的男人是我的。师傅，太谢谢了，这钱您拿着喝茶。钱不要，烟给我吧。给我干嘛？以后谈生意用得着。坐稳，过山了。我们终于走出来了。今晚不住招待所了。不住，咱活着出来了，得像个人样。住店，我们这里最便宜的标房也要280，还要押金。要最好的房间，带大浴缸的，热水要足。好的，女士，您稍等。快，进去洗洗。我冲一下就行。不行，泡澡。你进来干什么？你胳膊上有伤，碰不得水，我不帮你，你怎么洗？大川，我们活下来了，对吗？对。既然都已经活着走出来了，你难道还……苏梅，好痛啊！昨晚没想到真的和大川。这才是正常的世界，没有刀光剑影，没有生死一线，只有柴米油盐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感慨。前几天我们还在川藏线生死一线，如今却在这里看着岁月静好。这条线路就是这样，危机和机遇并存，能在这闯出来的都是硬汉。穿好衣服，咱出发了。好。他快不行了。这车还能修好吗？修不好了，大梁裂了，发动机缸体也有暗伤，这一路能撑过来全是硬撑。
我的天，江师傅，你们这是去打仗了？路上不太平，验货吧。神了，江师傅，真有你的！我看新闻说怒江那边塌方，好多车都翻了，还担心你们运气好。这可不是运气，这是本事。这是尾款17000，这2000是给你的奖金。路太险，这是你们拿命换来的，拿着。树木队，谢谢刘经理。江师傅找了个好管家呀。对了，下月还有一批去昌都的建材，运费也不低，你们接不接？接不了了，车废了。唉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撑到了最后一刻，货送到，钱结清，最后才咽下这口气。以后真的开不了它了吗？他的任务完成了，也该休息了。刘经理，这车没法修了，先放这里，我去处理点事儿，完了就回来。没问题，但这里毕竟是仓库，你要尽快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医院，看咱妈。妈，你别动，躺着。妈，这是……妈，我是苏梅，大川媳妇儿。来，妈，喝口水润润嗓子。大川，这是真的？对。好啊，这闺女长得真俊，大川这闷葫芦哪修来的福气哟？妈，你是不知道大川这一路上可厉害了。妈，你们聊，我去趟医生那儿。好。手术很成功，淤血清除了，但后续还要观察排异反应，而且康复期的药不能停，最好再住半个月。钱够吗？之前的欠费加上后续治疗，大概还需要8000左右。好，我这就去缴费。 500块1个月，距离医院近，有点简陋了。不，已经很好了。1万、2万。大川，我们盘盘账。你说。 运费加上奖金，还有之前从刀哥手里弄来的钱，扣掉给妈交的1万住院费，再扣掉房租和生活费，咱现在手里总共还有41200。接下来怎么走？这笔钱够咱在老家县城买个门面，安安稳稳过日子了。你要是还想开车，咱也能凑合买一辆2手东风或者解放，在成都周边跑跑短途，拉点零散货。不管你怎么选。 我都跟你走，不回去，这点钱买不来好车，也买不来安稳。我不想留在成都，川藏线这块肉，别人吃的，我也吃的。可4万块，连个车子首付都不够。明天我们去郊区的拆车厂见一个朋友，看看他那儿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。好。 大川，咱来这儿干嘛？不是买车吗？新的买不起，2手车好的也贵，只有这里能淘到我需要的东西。吴老鼠，哟，川哥，听说你这趟活闹出了不小动静，就连隔壁他那帮人都没拦住你啊，真是佩服。来我这儿有何贵干？少废话，昨天问你要的东西呢，你说你这儿有，在哪儿呢？嘿嘿，川哥开口，不敢怠慢。 康明斯 M11，330马力，从一辆刚跑不到5万公里的进口车拆下来的，车主高速上追尾，车头瘪了，
但这心脏完好无损。配套的箱子呢？都有，还有后桥都给你备好了。爬坡那是杠杠的。开个价，5万，不二价。川哥，你是行家，这配置去买新车，没20-30万下不来。5万，我们才4万出头。贵了，这机子是好，但没手续，年检都过不了。除了我也没几个人敢要。3万。川哥，你抢劫啊！我当废铁卖也不止这个数。3万5，我那老解放的大梁裂了，正好在你这儿换，人工费我照给。老板，3万5现金，你若点头，钱归你；若不要，我们就去别的厂子看看。行，成交。也就给川哥你这优惠，别人做梦3万5都拿不到。川哥，你是真牛，试试。这声音听着就有劲儿。很好，带劲儿。川哥，这车被你这么一整，动力配着车身，就是个扮猪吃虎的主。一共花了多少？加上给老板的人工费，还有零碎材料，38500，咱手里现在只有3000块了。走，去信息大厅看看。大川有着落了，一车去昌都的水泥，运费1万2，现结一半。货主在3号档口等人，让我们带证件去签单。好。老板，刚刚谈好的1万2。老解放车141，江大川，这货你们拉不了。老板，刚不是说好了吗？刚才我不知道你们车这么破，昌都路不好走，你们这车半路要是坏了，我水泥找谁赔？我们车刚刚大修过，动力绝对没问题，是康明斯的机子，劲儿比新车都大。行了行了，别吹了，快走吧，别耽误做生意。没事儿，这家不行，换下一家，总有识货的。奇了怪了，全都拒绝了我们。不是说车太老，就是说货物超重，有的更是说货都已经发送出去了。如果只是嫌弃车破，那还正常，可所有家都拒绝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大川，我去趟厕所。你干啥？这是男厕所。王哥，我不为难你，就问一句话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拉货？妹子，真不是哥不帮你，你们是不是在拉萨得罪人了？最近圈子传开了，拉萨藏达物流的刀疤哥还有赖长贵，他们联手放了话，谁若敢给江大川配货，以后进藏的货一律不让在堆龙德克下。我们就是赚点中介费，哪敢惹那帮地头蛇呀？谢了，王哥。我刚才去了趟厕所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了。赖长贵刀疤脸，事情就是这样。大川，咱怎么办？跑散货，去建材市场自己找。那都是零活，运费低，有些油钱都顾不住。咱的车是大排量，跑短粗亏本的。这是西南物流集团总经理张德发。天无绝人之路。大川，还记得张总吗？那娶的胖老板。记得，他说有事找他。赖长贵的手伸不到这种大欧盘子里。打过去问问，看他有没有什么路子。喂，哪位？张总，
我是苏梅，上次在内图见过那个江大川的家属。原来是那位手艺超神的兄弟，你们回成都了？哈哈哈。对，我们休息好几天了，想问问您那边有没有合适货源？马上将车开到新都大道西南物流总部，我这儿有个烫手山芋没人接，正愁呢。好，马上到。走，大川，去新都大道。张总，这就是您说的高手，开的怎么是废铁啊？这车龄得有10几2年了吧？能跑出成都都烧高香了。咱配批验压器要送去日日泽的，几百万的设备，哪敢用这种车？兄弟，引擎盖打开一下。M11 330马力，法士特10档箱。好家伙，这哪是解放，这他妈披着羊皮的狼！你改装的？妹子，咱谈正事儿。我有6台电力变压器，急着送去日扎西抢修电建站，必须6天送到。本来是我车队拉，但一辆车出了故障，其他车也不敢接，毕竟这趟路是川藏线。若是你们敢接的话，运费2万3，到了就结账。2万3运费，比普通行情高出不少。但有个条件，你们必须跟上我主力车队，如果掉队了，没有及时送到，运费扣1半。张总，这底盘里太烂，跑起来散架了咋办？跟我们车队，只怕尾钉都看不见吧？放心，我一定把设备准时送到。路上我反而担心你的车队能不能跟上我们，别让我们等你就行。哈哈哈哈哈！就喜欢这么狂的，签合同，马上出发。呵呵，改的花里胡哨，还以为什么神车呢，结果是样子货。胡队，那破车能动弹就不错了，咱还指望它能跟上。就是，这会儿估计在后头冒烟呢。到了雅安服务区，准备看笑话吧。苏梅，坐稳。胡队，后面有车追上来了。有车不正常吗？又是哪个想超车的私家车？不是私家车，是那辆破解放。妈的，别让他超了！这不可能！胡队，咱还追吗？追个毛！你追得上你试试！你这车里面到底还装了什么？怎么上坡能爬那么快？装的什么你都知道，它就是一辆解放141，只不过不喜欢被别的车嘲讽。各位兄弟，刚路上大川开的着急，是怕耽误张总的事儿，不是故意压大家的车。嫂子给你们赔不是，大家都是给张总跑腿的，一家人。嫂子客气了。江哥，刚刚是我眼拙，你这手艺我服。江哥，这趟货不好送啊！听说这批变压器是朱老三盯着的肉，被咱张总截胡了。那姓朱的道上名声很臭，养了一帮人在路上放钉子和冷枪。朱老三？对啊，那家伙放话了，说谁敢拉这批货，就让谁在路上趴窝。暂时6辆车抱团，又是大车队，他不敢明着来的。我去上个厕所。哦。车里有人，还在抽烟，估计是盯着沃尔沃车队的。怎么才回来？碰上了几只老鼠。老鼠，估计是麻烦吧。趴下。这儿。往下点。大川，那帮人
是不是冲我们来的？就是他们说的朱老三的人，怕了？不怕，有你在我就不怕。就是这条路怎么那么难走，到处都是坑。路难走才赚钱。睡吧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要是顶不住呢？顶不住也得顶。这车只要给足了油，没有上不去的坡。那你的油加满了吗？满了，但可以再加点。三棱钉一旦扎入，真空胎内的气会在3秒内泄光。若高速行驶，必定车毁人亡。这是要把咱往死里整，这是杀人！朱老三的手臂，妈的，这还怎么走？几公里路都是这玩意儿，咱备胎再多都得玩完，捡也捡不干净啊！苏梅，把工具箱底层那根黑胶条拖出来。江哥，要这玩意儿干啥？扫雷。你们换轮胎，我来开路。江哥，你要拿自己的车去趟，不然呢？等着过年吗？走，绝了，绝了！江哥脑子怎么长的？这哪是卡车，这分明就是装甲车！明明他的是老破旧，为什么看起来比我这新沃尔沃还威风啊？大川，你又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更难缠的还在后面。制服很新，帽子也正，但站姿松垮，眼神躲闪，浑身透着股流氓气。都不许动！接到举报，你们涉嫌严重超载，证件都拿出来。领导，我们拉的是重点电力设备，手续齐全，绝对没超。我说超了就是超了，这变压器起码15吨，罚款3万，扣车，停运证告5天。3万？这哪是罚款，这分明就是抢劫！再说，就算是超载，也不能扣5天车啊！不服？不服就人车一起扣，妨碍公务。信不信我让你进去蹲半月？领导别生气，罚款我们认，不过您得开正规的，我们回去要报销。算你识相，交了罚款后自然有单子。领导，您这耐克鞋挺潮啊，限量款吧？你敢袭警，造反了！我看谁敢动！大家快看看，肩章带反，井号00开头，脚上穿耐克限量款，开个破吉普，连警灯都没有，这是哪门子警察？妈的，原来是假的！我说怎么张口就要3万，劫道的，动手！跑的倒是挺快，别打了，报警吧。好。钉子，假警察，朱老三的手段越来越下贱，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手段。不对劲，有股烧焦的味道。兄弟们，完了，没气了，刹车失灵了！老胡，挂低速挡，枪挡啊，抢不进去，速度太快，齿轮打不到一起。兄弟们，我交代了，帮我照顾好家里老娘。大川，坐好，别说话，只能将车开到他前面去逼停。抓稳了！疯了！这个你要做什么？快停下！会和胡队车一起摔下悬崖的。
江哥！冲过去了！给我停！还活着呢。你吓死我了，你这混蛋！胡队，没事吧？我的娘，江哥，你真是神了！我不像太神了。江哥，你干啥呢？尼龙气管管子断了，你看看吧。这是被人动了手脚。这是被人动了手脚。记得那个假交警吗？胖子查你车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蹲在你车轮胎附近看了半天。操他妈的！这帮畜生竟然想要老子的命！老子要回去弄死他们！太阴了！刚刚若是江哥没拦住，老胡估计已经嗝屁了。这是谋杀！朱老三那帮人可真狠毒！掉头回去和他们拼了！都给我站住！你别拦着我，这事没完，不弄死他们，我这口气咽不下。对啊，江哥，那帮孙子太黑了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回去？拿什么回去？刚刚动静那么大，这会儿真交警肯定已经到了。你们拿着刀枪棍棒冲过去，有理也变没理。被抓了怎么办？货怎么办？货，我命都快没了，那还管得了货？你跑车图什么？朱老三这么费劲，不就是不想让这批货顺利到达日拉泽？你现在回去拼命，正好中了他们计。车被扣，人被抓，货送不到，西南物流名声臭了，你们饭碗也没了。那咋办？这口气就这么咽下了，我车刹车也报废了，在这荒郊野岭的等救援吗？谁说废了？这种尼龙管断了别慌，以后车上常备几个快速接头就行。行了，上车打火，踩刹车试试。好了，江哥，刚是我太冲动了，以后你指哪儿我打哪儿。这是应急用的，到了县城记得换新管子，跑完这趟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江哥，张总电话说让你接。江兄弟，你那边发生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朱老三那群混蛋，这仇老子记下了。以后这车队走哪条路，在哪儿吃饭，都听你的，不听的直接滚蛋。还有，这批货能安全送到日喀则，运费我出双倍。钱的事回头说，先把货送到。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到了日拉泽我亲自给你庆功酒。都听到了。听到了，江哥，以后你说咋办就咋办。就是6辆车抱团走，就不信朱老三能翻天。都别闲着，检查自己车，轮胎、刹车、灯光仔细检查，没问题就动身。好。刚吓坏我了，我还以为我们要死一起了。我命硬，阎王爷不敢收。贫嘴。别担心，江哥，全部检查好了，出发。江哥，我车油表到底了，再不加油，咱就得趴窝。这晚上零下20度，没油就是个死。进城加油，所有车跟紧，速战速决。走，没油了，改天来。你眼瞎？那加的不是油是尿吗？赶快把路障搬开！哼，说了没有就没有，那是预备油，已经用光了，赶快走。哎呦我去！别费劲了，走，下一家。真邪门，这是要把咱困死在礼堂啊？难道又是朱老三搞的鬼？绝对是他，除了他，没人会搞这下三滥手段了。江哥，
接下来咋办？有人打了招呼，想让我们走不了。那咱就这么等着。那朱老三看咱们动不了，指不定在哪儿笑话呢。我去买包烟。打听到了，是康八郎83放的话。这人是礼堂地头蛇，黑白两道通吃。朱老三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把咱困在这儿，谁加油谁就别想开店。康八郎，我听说过，此人心狠手辣，手下全是亡命之徒，咱这回踢到铁板了。这下咋办？咱怎么走？他不让别人卖，那我们就去他自家店里加。江哥，你疯了？那是狼窝，巴桑自己开的加油站，里面全是他打手，去了就是送死啊！大川，那帮人都有刀，不能胡来。别怕，他们也是人，困在这里只会更糟。抄家伙，跟我走！妈的，走就走，怕个卵儿！走，江哥干！哪个不长眼的，给我滚下来！我们要加油！加你妈个头！巴桑大哥说了，你们这几辆车一滴油都别想加，识相的把车留下，人滚蛋，不然打断你们的腿！我再说一遍，加油！加你大爷！这个小心！一招废了我们最能打的大哥，这家伙是司机，简直就是杀神。还有谁想试试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兄弟们，干活！江哥，都搬空了。苏梅，给钱。数清楚，这是油钱，1分不少。我们是跑车的，不是强盗。告诉巴散，想玩阴的，我们奉陪到底。上车，走。各车注意，保持车距，别掉队。收到。江哥，你说巴桑会追来吗？来了，巴桑来了，后面好多尘土，是摩托车队。前面路堵了，都是石头，路被封死了。江哥，冲过去吗？咱是重卡，冲破石头应该不难。不行，如果乱石堆里藏着三角铁或者深坑，强冲会翻车。那咋办？停下来等死吗？所有人听我命令，所有车车头向外，车尾向内，围成圈，摆铁桶阵。下车，拿家伙！有点意思，卸了我兄弟一条胳膊，加了霸王油，还摆出阵势。你们这群旱地来的司机，真当我康八郎泥捏的？巴桑，油钱给够了，路是公家的，你别太绝。绝，在礼堂，老子的话就是规矩。今天也不多要，那只卸我兄弟胳膊的手留下，剩下的人滚！我看谁敢！人我打的，油我加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冲我来！冤有头债有主，冲我来！你就是那带头的，混口饭吃而已。八虾，大家出来跑江湖都是为求财。朱老三给你多少？3万还是5万？关你屁事儿！是不关我事儿，但你得算算账。6辆车，5、6条命，今天被你堵在这儿，就没打算全部活着回去。你身后30多个兄弟，能把我们乱刀砍死，但你信不信？我在倒下之前，一定能拉你垫背。还有你那些兄弟，也得留下17、18个给我们陪葬。你吓我？你可以试试。为了朱老三几万块，搭上你这条命，再搭上这么多兄弟的命，这买卖划算吗？在草原上混了20多年，见过凶狠的，但从未见过这种眼神。这种人真敢杀人！我为了朱老三那几万块，赔上班底完全不值得。哈哈哈哈！好，算你会算账。既然油钱给足了，我巴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这次看在你们是条汉子份上，路让给你们，撤！活下来了，太牛了！
刚刚江哥和巴桑对峙的时候，我差点尿裤子。江哥真狠啊！这么大场面，面色还这么平静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搬石头，全速前进，离开礼堂。难道又出事了？亚拉索，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。胡队，别唱了，唱的和驴叫唤似的。你懂个屁，这叫艺术。有种你来一个，来就来，谁怕谁？是谁远古的呼唤？我来接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？大川，你不唱吗？我听着就行。前面就是金沙江大桥，过了桥就是西藏界，大家打起精神。收到，过了桥咱吃顿热乎的。金沙江大桥桥头平时人多得很，卖泡面的、卖藏式的，堵得水泄不通。今天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所有人注意，过桥不许熄火，不许减速，所有门窗封锁，不管听到任何动静都不能停车，哪怕是撞都给我冲过这座桥。江哥，咋了？这桥没问题啊？大川，是有埋伏吗？桥头没人，这地方靠山吃山，靠桥吃桥，没人摆摊儿，说明有人提前清场。清场？难道是朱老三的人？十有八九。刹车突然冒死，气压表归零了。排气声重卡刹车系统一旦失去气压，弹簧刹车舱就会自动锁死车轮。苏梅，锁好门，不管发生什么都别下来。车好好的，突然气压归零爆死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气管断了，而且是人为弄断的。金沙江水鬼，特有的匪类，水性好，平时潜伏在桥下或者桥墩，趁着大货车减速过桥的时候，趁机像壁虎一样爬上底盘，偷货割油管或者逼停车辆。找死！我操，这是什么鬼？水鬼，专做这种事的。老板，车坏了吗？这一带没修车的，想要修车，给哥儿几个拿5万辛苦费，我们帮你去县城买配件，不然你们就在桥上过夜吧。5万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这就是抢！大伟，警戒对面，别让他们过来。你上车打火，把气压打起来。江哥，管子断了，打火也没气儿啊！你打就行，等下就知道了。那傻大个干啥呢？想拿胶布缠气管？那可是6个气压的高压管，缠得住吗？放心吧，大哥，等下他还是要乖乖来求咱们。就是，看看气压表，气压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全体上车，挂低速档，油门踩死，谁敢拦路，直接撞过去。看，他们上车了，哼，估计是想试试能不能开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。我操，修好了！疯了，他被冲过来了！冲过去！妈的，这帮外地佬，给我等着瞧！ 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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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妈痛快了！江哥，刚刚那一撞简直帅炸！就是，还想讹我们5万，现在摩托都赔进去了。别吵了，马上就到芒仓县城，换过气管的车子还有要维修的车子，去维修站维修。出了芒仓之后，难点就在绝波山，山不高，但山悬挂在悬崖上，没有护栏。下面就是澜沧江，最危险。等下，我依旧是头车，老张，你车受了伤，排在中间，大尾压尾。不管多困，叫班山都不能闭眼睡觉，否则就准备去为澜沧江洗澡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老子花了那么多钱养你们这帮人，结果6辆车1辆都没留住，摩托车还被碾成废铁，老子脸都丢光了。三爷，您听我解释，不是兄弟们不卖力，是那领头的太邪门了。怎么个邪门法？那家伙简直不是人！我明明剪断气管了，结果他5分钟就接上了，而且他不怕死，开着车就往人堆里撞，那气势比当年土匪还狠。5分钟接好气管还敢撞人，有点意思。张德发那家伙哪儿找来的这条恶犬？三爷，查到了，那领头的叫江大川。什么来路？以前当过兵，退伍后在青海跑小户。前段时间接受了一个欠债跑路老板的车和老婆。不过最近有个消息很有意思，说江大川在拉萨得罪过人，和藏达物流的刀疤脸有过节。藏达物流刀疤脸，那可是拉萨地头蛇，手段比咱还要黑呀！一个当过兵的，就敢在川藏线上横着走，他以为过了金沙江就没事了。这西藏的水可比金沙江深多了。三爷，咱怎么办？既然他和刀疤脸有仇，那咱就借刀杀人，将车队所有信息传给刀疤脸。三爷高，让刀疤脸收拾这小子，咱就能坐山观虎斗了。哼，江大川，你能过了我这关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闯刀疤脸的阎王殿。别往下看，看路，看山，别看江。这路怎么比我们之前走过的山路还险？这是挂壁公路，以前修路的时候拿命填出来的。还好绝巴山一路没有危险。这里地势太陡峭，不敢随意来找我们麻烦。不过前方就不同了，开出绝冰山，地势高，地方平坦，最适合对我们出手。所有人注意，检查装备，家伙事放在手边。江哥，看来咱有点惊弓之鸟了。朱老三也就在四川那边横，这里是西藏，他手没那么长。是啊，这2天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按照朱老三性格，吃了亏不可能就这么算，但这一路上也太安静。检查好后上车，继续出发。大川，你看，好美！喜欢看，那就多看一会儿。谢谢你，大川。这一路上苦了你了。跟着你，我一点都不苦。我要和你一起跨越大山大河，看遍这世间山河。哎呀，可算能吃口热乎的了，再不吃点东西休息，我就要死了。老板，拿酒，不准喝。江哥，就一口，舔一下，舔一下都不行。醉氧加上酒精，你们今晚睡死过去，被人抹了脖子都不知道疼。大川，你也累了，今晚轮流值班，2人一组，2小时一换。我和大伟第一班。江哥，你执行命令。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黑暗里窥视。
刀疤哥，这群人铁打的吧？醉养成这样，还特么安排双岗。刀疤哥，哪个江大川眼睛怼得很，刚刚差点和我对上眼了。既然他们想守，就让他们守。波密不是动手的好地方，人多眼杂，前面就是通密天险，那才是老天爷收人的地方，也是我给这群外地人准备的坟场。各车注意，进入通风天险路段了。雨后路滑，泥泞深陷，挂好低速4驱，检查超速锁，听我指挥。是。江哥，怎么了？大川，前面怎么了？这牌子被人动过，前面有诈。可是江哥，万一前面真塌方了，出了事儿，我顶着。拿着，一会儿不管谁上车，直接往手上敲。所有人注意，家伙事儿拿出来放在手边，前方可能有埋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要下车，听我指令。大川，是朱老三的人还是其他人？不管是哪条狗，谁挡路就揍谁。我操！被包饺子了！刚刚山上有爆炸声，有人炸了山体。锁死车门，车窗摇上去。杨大川，咱又见面了，路断了，不如谈谈生意如何？哈哈哈哈哈！是你，就为了上次那车祸，动用炸药和这么多人，你这本钱下得挺大呀！你太看得起自己了，这不过是顺手给你点教训。真正的大买卖，哪是你这种小户能理解的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和朱老三合作了，只要你的车没法送到日喀则，以后日喀则的订单，我藏达物流能占5成。兄弟们只求财，只要你把货留在这儿，我留你一命。不然每年通苦天险出事车辆这么多，不缺你这6辆。没想到刀疤脸和朱老三竟然勾结在一起了。江哥，咱跟他拼了！别冲动。你怕吗？有你在，我就不怕。好，所有人听令，挂低速4驱，油门踩到底，跟我撞过去！哇，江哥那是推土机啊！我保险杠焊了3根奖金羊，就为了今天。这是通平天险，谁送谁就喂鱼！冲！他妈的，疯了，疯了！江大川，你大爷的，给我上！把这些车给我拆了！苏梅，趴下！我没事。好家伙，现在他都敢出手了！大伟，你们用车头顶我车屁股，咱练成一串，别让这帮孙子将咱分开。收到，江哥，你稳住。刀疤哥，这帮人是硬骨头，反击也厉害，咱好多兄弟受伤了。妈的，用石头往挡风玻璃砸，将后面路基挖开，将最后那辆车推下去。开了，大家跟我冲！杨大川，喜欢撞车是吧？老子这车比你的老解放重10吨，你来试试啊！大川，他冲过来了！他以为重就能赢吗？我们车家伙更重，坐稳了。妈的，这就是个疯子！疯子！救命！大伟，别管他，冲过来，跟上我。江哥，就这么放过他？这路不收他，老天爷也会收他。咱的任务是送货。咱们又活过来了。江哥，有辆越野冲过来了，小心！江大川，给老子死！趴下！防弹玻璃，轮到我出手了。神龙摆尾！下辈子别来川藏线混了。江哥，解决了？解决了，全队听令，从速出发，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。我他妈
子活下来了，我都不敢相信。江哥简直神了，这一趟送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这一路上你们辛苦了。哪有你辛苦啊，江哥？江哥，要不去喝杯酒？大川几天没好好睡觉，得去休息休息了。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嫂子快带江哥去休息吧。对，对接货就交给我们了，你们去休息吧。手伸出来，没事儿，就是擦破点皮。伸出来。疼？不疼。逞能吧你！以后别这么拼命了，钱我们可以慢慢赚，命只有一条。行，听你的。怎么了？家里出事了？大川，钱到了。本是2万3，还多给了几万。张总说是运费翻倍。怎么样？这趟送不值吧？值，但太危险了。有了钱，以后我们可以在城市里买房子，过安居乐业的生活。以后的路，你愿意陪我一起走吗？我愿意。大川，结局写完了，你看看这最后一段，江大川宛如一尊浴血战神，驾驶着老解放，在通天险完成了惊天动地的神龙摆尾，将黑恶势力撞入深渊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刺激、特燃？燃是燃，但你写的太夸张了。当年我们在川藏遇到的那些路霸，明明就是些拿扳手钢管的混混，怎么到你笔里，连制式猎枪和炸弹都掏出来了，还什么刀疤哥、朱老三，整个和港台黑帮片一样。哎呀，这叫艺术加工，动不动？现在读者就喜欢看极限拉扯和生死极速，我若不把反派写得狠一点，怎么衬托出你当时的英文神勇呢？现在评论区一大重夸你帅的呢。还有这车，那破解放水箱都漏成筛子了，能爬上东达山我都谢天谢地。你竟然还写我开着它和沃尔沃飙车，还把推土机撞飞。牛顿听到后得从棺材钻出来掐我脖子。怎么，在我心里，当年你开那破车挡在我面前的时候，就是比开变形金刚还帅，不接受反驳。小说写的那些惊心动魄是假的，但你当年在唐古拉山，为了我不被冻死，扑进我怀里取暖，还有你用针线缝我胳膊，这些可都是真的。是啊，转眼都这么多年了。大川，这本书其实不是写给别人看的，是写给我们的，证明我们曾经在最艰难的那条路上死死抓住了彼此。当年我们是互相救赎，缺你我任何一人都无法顺利走出川藏线。书名起得不好，换换。狂飙318，老解放与老板娘，不好听吗？当时你管钱管我烟，吃喝拉撒，应该是老解放和管家婆。你笑话我？不是笑话，而是你这辈子都是我的管家婆。